終於可以一齊去海岸清潔啦！係啊，我帶齊咗工具同安全裝備，今次一定清到好多垃圾。我仲帶埋水同食物俾大家補充體力，出發啦！咦？點解成個沙灘都冇晒？全部都係水啊！咁樣點做清潔啊？連行落去都唔得啊！係咪咩地方搞錯咗？點解會咁？佢哋發現海水已經淹沒咗成個沙灘，完全無法進行清潔活動啊！原來而家係漲潮，水位漲到成2米高，難怪成個沙灘都浸晒。唉，早知過嚟之前查埋潮汐資訊，就唔會白行啦。係啊，查埋潮汐先計劃，咁樣就可以事半功倍啦。每日嘅潮漲同潮退嘅時間以及高度通常都會有所不同。潮漲嘅時候，沙灘可能會被海水完全淹沒，所以進行海岸清潔前，除咗查看天氣預報，記得要查埋潮汐資訊啊！退潮嘅時候，沙灘會露出多啲地方，執垃圾會容易啲，亦都安全啲。咁下次我哋要鎖定退潮時段先至出發，咁樣就唔會浪費時間啦。原來有咁多嘢要準備，唔單止要查潮汐，仲要留意天氣，計劃好安全路線先得。係啊，仲要準備好工具同用品，樣樣都唔可以漏。終於退潮啦，沙灘都出返嚟，可以安全咁開始清潔海岸啦！